候鸟们呢，它们会在秋冬的时候，会去迁徙，飞往比较温暖的岛屿，然后有生态比较好的地方，供应它们的饮食、生活，然后甚至是繁衍。对，他们可能也许会在这边过得非常好，然后繁衍了下一代之后呢，然后等到春天的时候再飞到别的地方去。对对对，那这个是我在这边的观察，然后把它写成一首歌。天气飞翔，伴随阵阵美妙歌声，带着无穷力量和希望远眺，在这回首时，不畏惧在高档，冰雪风雨飘摇，让我努力实现充满爱的怀抱。全季飞翔，勇敢飞翔，未知旅程，带着希望，期待梦想的先生卓传。谢谢，我们一定要爱护这一片土地，然后每年都要迎接我们的候鸟来临。那同时呢，欢迎我们的柯市长，柯市长好。好的，我们谢谢我们雅文莫瑞。